食粉的人爱特别注意，亲像阮这款无食粉的人，有拒绝骗恁二手粉的权利。来看这桃园机场捷运 A11个口口站，今仔日早起7点呢，有一个旅客伫咧柜台顶头剥粉薄冰囊，捷运的保全去甲伊看坑，想袂到这个旅客说要来起卡动手。桃园市卫生局就表示，针对剥粉抑个薄冰囊的行为，会甲伊开罚单。另外，代替这半年发生7站的暴力事件，就立委提案要修法，要来重罚暴力攻击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。对保全3摆出声来阻止，旅客拢不爱听，相反伫机场捷运的柜台来食粉，保全一箭步把粉拍掉，旅客见笑转上去，对保全出拳，想要来拍人，冲突的画面拢互民众翕落。事发在今天早上7点多左右，机捷 A11坑口站这边有旅客在这个月台抽烟嚼食槟榔，被机捷保全发现之后呢制止，没想到这个旅客反而出手攻击保全，保全当下也联系捷运警察处理。如果在台湾，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抽烟，边抽烟然后还边嚼槟榔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好。实际上来到坑口站，柜台拢有打禁止食物件、食粉的标示。对旅客无公德心，也想要拍保全，桃园捷运讲已经对旅客薄冰囊来开罚。另外，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下晡也派人到现场，向捷运警察确认个人的资料，会对旅客来开出罚款。经站长及保全劝导不听，站长随即依照《大众捷运法》第50条第1项第9款。于捷运系统内嚼食槟榔，开罚1500元罚锾。那我们现在确认各自之后，会依烟防治法处理。那机场捷运发生冲突事件，进前也有代替5款车站，站务员向杀入去铁记录。根据统计，代替近半年来已经出现7站的暴力攻击事件。立委提出铁路法修法，妨害铁路从业人员一凭职务者，相当会使判刑5年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。保障所有的同仁的安全，这个都相当的重要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如果委员愿意提出修法，我们当然是很支持。将近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，台铁完全没有针对保全的部分有任何的进展。那对于工会来说，没有任何的进展，那表示安全措施就是0。陈世凯讲，经费不是问题，不过代替产业工会批评，提出精洽保全的诉求，到即阵拢无进展，呼吁代替甲交通部提出诚意，保障旅客甲站务人员的安全。记者宋夏报道。